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8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行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的媒体伫咧昨昏有公布一段影片，内容是讲家己是间谍的王立强，伫咧法院接受审判的画面，要证明讲伊确确实实就是一个诈欺犯。中国外交部嘛强调讲，白贼话讲1000遍嘛是白贼话。念过咱台湾的立党，虽透过电脑的面部比对系统来做比对，结果电脑讲，这个影片内底人甲王立强只有59%相像。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立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2万元，数额巨大。这段由中国媒体环球网提供的画面讲。2006年，自称强谍的王立强，捌伫咧福建光日人民法院，因为诈骗案出庭，最后还阁被判刑。王立强其实是一个盗票行迹、未去澳洲的诈欺犯。本人法律意识淡薄，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结论。希望恳请对法院请处罚。验过影片，互人剪做2分半的画面，而且王立强看到正面的时间真短，也互外界再一遍质疑影片是真的也假的。就中国也做出强烈的回应。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意愿，对中国发布的权威消息置若罔闻，总是热衷炮制一些漏洞百出、荒唐至极的所谓证据。谎言重复1000遍，依然是谎言。影片公布了，立党也提出2个疑点：一个是中国一般刑事案件影片未保留遮久；第二是透过腾讯 YouTube 的人面辨识系统比对，影片内面的王立强甲本人的辨识度只敢若59%，无到基本的70%，强烈怀疑影片的真实性。强盗案的风波继续，将做国安疑队，即嘛出现愈来愈多证据，一个等待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间谍王立强这个案继续在滚价。中国的创新投资公司负责人向心因翁仔某甲伊的查某囝拢受牵连，昨昏阁互北检传去问话，因即马面对媒体无加讲啥，办检方即马要对因的资金落去查。中国创新投资行政总裁向心甲伊太太蒋欣加入强谍疑云。检方17早起第2摆传唤2人，向心翁某寻求强大律师团协助。出席的律师前身是检察官，2人先后被撤回，维持限制出境出海，真紧坐车离开。检方查出向心翁某开上清晰地县区别符合主体，按过毋是家己住，而是租人，引起质疑。他们在信义区那个房子是不是所谓的共谍的基地？房屋的资金等等，那个台北地检署他们也按照他们既定的侦查计划在进行查证。向心翁某被王立强指控旗下伫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成立，未渗透香港金融市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伫例行记者会上证据，民进党当局唔通蓝闪做，佮批评民进党就此操作中国介入台湾大选。其实事实很清楚，就是骗子变间谍，这是反华势力炮制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剧本。而民进党当局和诈骗犯绑在一起，大肆的来进行政治操作，其意图呢是制造所谓的大陆介入台湾地区选举的假象。北检考虑王立强伫澳洲寻求政治庇护，可能有向心翁某，或者是中国创投公司的犯罪事情，无排除透过正式管道寻求司法合作。2020大选特别到啊，向心翁某是毋是真是来台湾做间谍活动，都爱检方详细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香港上新的消息是讲，虽讲中国在抗议，也毋过美国总统 Trump 嘛已经是签署支持香港示威者的《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也个保护香港法案，伊嘛望讲中国甲香港的领导人会使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香港的问题。另外，香港理工大学内底，即马理工大学已经互香港的警方封锁10多天啊。学校内底示威者伫咧昨暗有开记者会，因讲学校内底即马大约剩20个人左右。上新的消息是，伫香港警方头拄8点半已经入去理工大学内底，讲要找出内底敢有炸弹也是危险的物件。香港理工大学和警方包围超过10天了，27暗有示威者开記者會。選擇留守至今嘅人士，明顯係對警方有不信任。這位化名叫阿邦的示威者，
昨暗11点外，一个人出来开记者会，对讲经昨暗6点外，讲伫2倍早起要派人入去学校表達抗議。高調聲稱明天會進入校園，對此我哋表示極度憤怒。阿邦講，理大校方已經幾多遍出入校園，證明現場無修正嘅記錄。學校內危險物品也讓交予消防員處理，警方無必要入去學校。目前學校內一共20多人，若警方強要入去，一定有動作。我相信我哋校園內大概應該仲有即係20個人以內，因為詳細數字實在無法估計。至於你話聽日如果警方進入校園，我哋應該會有進一步嘅抗議。對此港警無回應。其次第章，理大校方又派人過入去學校內視察，找留守嘅人員。伊講學校內是亂七八糟，每一個老師攏受到無共程度嘅破壞，感覺痛心，也呼籲警方解除封鎖校園。對反民主派喺咧區議會選舉大贏，美國總統川普喺咧27第一遍對香港議題表態，講伊甲香港人徛做伙，因國家習近平嘅關係也真好。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是講，相信中國政府會做到對香港一國兩制承諾，因過川普是唔是簽署香港人權加民主法案無有些立場。天主教教宗方濟各27結束亞洲行嘅時陣，也對香港反送中議題發言，希望所有拄到類似問題嘅所在，攏會當對話。伊也再一遍講，伊真愛中國，希望會當訪問北京。記者綜合報道。其他消息，咱來看今年這35個月，咱台灣的藝人高以翔，昨昏傳出佇中國錄節目的時，早咧煞雄雄過往，因為中國有較寒，醫生就講，這款狀況、這款情形，有70%以上攏是心臟的動脈雄雄抬起來鏡頭。另外，佇咱台灣30檔幫助過萬外的小兒麻痹的患者，人攏叫伊小兒麻痹之父的畢加斯醫生，這個月15佇伊故鄉挪威過往，伊食到93歲。伊創辦屏東基督教病院甲勝利之家，對咱台灣無私的付出，伊真偉大。今年6月，接到台灣朋友視訊，慶祝93歲生日。挪威籍醫師畢加士基金會證實，11月15日，伊佇挪威的護理之家過身，享受93歲。我也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管道，能夠帶我去到挪威。那現在畢爸爸走了，其實我覺得是蠻遺憾的。陳小姐是畢加士當年照顧過的小兒麻痹患者。1960年代台灣爆發大量小兒麻痹，無法度去讀冊囡仔，就是由畢加士佇屏東創立台灣第一個勝利之家案底，而且閣由伊共同創立屏東基督教病院治療甲復健。不夠的時候，他沒辦法了，他甚至要給病人的藥，沒有辦法，病人沒有錢的時候，他就唯一的辦法就是到藥庫裡面拿來給病人。就是 all free， 就是不要錢的。為了協助散車家庭的病人，畢加士當時將超過家己薪水醫療費寄佇家己的小典館，佇台灣行醫30年，到1984年退休回國，總共幫助過1萬多名小兒麻痹病人。伊28歲拄到台灣時，也協助治療過漢生病加血瘤病人。做禮拜的時候呢，是穿了全身防護衣進去做禮拜的。那畢加士醫生進去之後呢，就跟他的太太一樣，穿着普通的衣服。第一是他其實留給我們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信念跟價值，就是對解決問題的不放棄的決心。所以我們就傳承了這樣的一個組織價值，我們就開始開展了我們馬拉維服務。畢加士的大愛甲重視人權的精神，不止留在台灣。2013年，並起成立的畢加士基金會，也佇非洲馬拉維協助當地醫療甲教育，以台灣之名辦演國際上的畢加士醫師。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甲鄉親，做伙咱來去現報紙，咱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自由時報，兩岸學術交流原本有設一個學訓登記的系統，各個部第昨昏講要新增加一個平台，後擺學校若有要去中國做教育，也是學術的交流，攏愛佇咧要去的1個月之前先去做登記，事後轉來了後嘛愛匯報，後個月就要開始實施，目的是要評估風險。來看聯合報，立法院昨昏初審通過技術甲職業教育法的修正草案，提調高職的老師每隔6天就要去業界練習半天這款規定。
各一个学校拢支持，因为这项规定硬死死，早就已经变做亲像过水的命名。来看《中国时报》，成功大学有发表全球头一个检测肿瘤的技术。 只要煮一款耐米的夜明珠的药水去照电光片，就会当看到肿瘤袂输夜明珠同款更细细，对医学有帮助。这一项的技术有刊伫咧国际期刊顶头，按算5年来要进入临床的试验。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中国间谍王立强这个案，即马哪里的对象？ 中国国台办已经讲，这是民进党为着选举的步。要毋过总统蔡英文即马咱是回呛讲，这是严肃的国安事件，中国唔通伤过头政治化。 总统蔡英文出席自由党三小班的表扬活动，对王立强自称强谍案，唔乃引发哪啲攻防。国台办再起国批评民进党利用王立强案政治操作。蔡英文下晡嘛反倒倒来批评国台办，哪会才了解台湾的内情？话一顿严肃强调，这是国安事件，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会发动真早，无希望过度政治化。 现在已经进入调查跟侦查的阶段哦，那我们就让我们的执法单位哦去调查，把所有的事情哦都能够厘清，把真相哦都能够发掘出来。 副手参选人赖清德是为立委参选人郭家儒副选，对王立强案，互那赢炮轰是民进党的操作，就算当选嘛真见效。赖清德强调，政府无定着操作国际议题，特别是中国的间谍。台湾的政府没有能力啦，去操作国际性的议题，特别是中国的共谍。奉劝国民党不必马上采取立场跟中国一样，不妨等到。 澳洲政府或者是友邦调查清楚，向国际社会说明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赖清德强调，国民党会当等甲澳洲政府调查清楚，甲国际社会讲好清楚，就会当知影王立强到底是毋是强谍。若是一开始就采取和中国同款的立场，颠倒对国民党不利嘛无必要。记者综合报道。 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伊是去宜兰造势，伊有讲选举要到位啊，希望国军会当保持中立。另外，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市政府甲中央即马伫土炭顶头有争议，韩国瑜是支持卢秀燕，爱民进党政府听民意。 支持者真侪前大声喊口号，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基站的旅途日前到宜兰，毋但参加戏面座谈，嘛参观观光工厂要求选情。针对国军保防安全单元局的宣传相片内底，去互掠去的人外形甲家己真相共。韩国瑜讲，安尼会去互想到无好迄边去。宪兵司令部如果要拍马屁，不要拍成这个样子，好吧？如果今天你换成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图形呢？短头发，女性，可以吗？ 我是男性，我也反对啊！今天这种保密防谍，把匪谍弄成韩国瑜的样子，影射性太强。韩国瑜认为，国军应该保持行政中立，嘛无应该用政治人物来当作是假想的对象，安尼会互人想到无好的所在。若是那也是一种战略。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烧土炭发电机考量放电的争议，韩国瑜嘛讲，袂当互中部人的气来停规个台湾的能源供应。副手刘世杰嘛讲同款的话，批评民进党政府唔通勇敢发电。 你不能够让中部人的肺来支撑整个台湾能源，所以民进党政府应该倾听民意，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能源政策，而且漠视公投的结果。WHO 公布说，亚洲国家我们肺癌的这个罹患率是第2名，这是一个警讯。我们政府如果说还在讲说用爱发电，我要给它改一个字，叫用癌发电，用肺癌的癌发电。 韩国瑜捌讲过对民调着痔疮的讲法，嘛引起热烈反击。韩国瑜强调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批论，意思是讲有的人迷信阿拉伯数字，认为数字真悬就会当无烦无恼。嘛讲这3年半以来，民进党离人民的需求是愈来愈远，而且家己上注重的就是民心。记者综合报道。 那日头花国赔案，今仔日是上诉的上尾工。台北市长关文哲昨昏是讲，原则上因会上诉，嘛强调讲，因为无直接的证据去证明讲受伤的民众就是互警察拍的。另外，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即马伊的民调调查尾，伊讲咱台湾人拢爱政治明星，这是咱台湾的政治上界悲哀的所在。
2020总统大选出现3强竞争，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面对民调落在拿到后边，话中有话讲台湾政治上大悲哀，就是大家拢爱抄袭其名称。坦白讲，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选出了几个超级明星，大家看到非常亮丽，但是对于处理这些事情的经验和历练，坦白讲不够。宋楚瑜烦恼这种现象影响台湾政治甲民主发展，强调台湾政治无论哪力，拢欠华统派甲内部整合的能力。而前期经过太阳花国会案，台北市长郭文泰第20个上诉期限进前，表态台北市府原则上会上诉。太阳花学院是这样的哦，这个原则上应该会上诉的。我们整个卷宗读完以后，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这些人受伤是因为警察的施暴直接造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们是希望说，还是那就没有理由不上诉。郭文泰指出，确实有明确证据，亲像影像录影显示警察有证件都未上诉。郭文泰表态支持警方是不是影响民众党选情，爱国观察。随着大选就要到啊，第3势力拢出招，未争取政党票伫国会占一席之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年第28回风台北变有可能会变中度风台，虽讲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爱说伊外围环流有水汽、嘛有冷空气，可能后礼拜会影响咱台湾。今日的天气同款受东北季风影响，咱来看上新的分度。今日明仔载，咱台湾拢是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落雨范围会略略扩大，伫咧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有局部大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是较稳定的天气。若温度的方面，今日的温度拢有降，所以北部甲东北部会变做更较凉冷。透早时伫咧马祖只有13度左右，中部以北、宜兰低温大约是16度到17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19度到20度。早暗拢较凉冷，乡亲爱穿好少。若好消息是，拜六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所以温度就会豆豆回升。人讲生缘免生水，高讲笑会晓敬五人，就是华语在讲的幽默感，会是影响一个人敢有受人欢迎。即马有一份调查，讲咱台湾伫咧23个国家内底，高讲笑、高敬五人排世界第15名。上网都找一寡趣味的图文甲影片，休困时间笑笑的，调节生活，嘛会当增加一点仔优越感。但是放眼国际来看，台湾人敢若唔是特别优越。西方的国家里面，他们一直把这个幽默感当成是人性很重要的核心。他们在选总统的时候，认为说总统一定要有幽默感。20几个国家比较是在中间稍微偏后一点。如果能够整个培养幽默感，对国民的身心健康会有帮助。台塑大团队参与韩国研究，第23个当中，意大利人优越的表现上悬，台湾第10个排中后段。各种优越分子会当增加和别人关系的亲和型、自我提升型，阁有消遣家己来提升甲别人关系的自我贬义型，以及消遣别人的攻击型。以性别来看，男性的优越感比女性较好，但是佫较偏向使用自我提升型和攻击型。女性是亲和型较侪，若是结婚10档以上的翁仔某，优越的风格嘛较共款。会使用以牙还牙，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就是男生还是比较会喜欢用攻击式的部分，而且他们的幽默好像多半会使用互相的幽默，用比较良善，而不是一种比较亏损别人的幽默心态，对他夫妻跟心理健康都比较有帮助。研究团队嘛发现，普遍互人认为较欠缺优越感的亚斯伯格症学生，伫咧使用攻击性和自我贬义型优越方面，和一般学生差不多，并不是无优越感，只是唔知影要安怎优越甲拄啊好，会当经由后天学习改善。未来团队嘛会结合 AI 建立优越开讲机器人，希望会当借由相关的活动，降低个人的压力，提升心理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看，台东的乡亲常常怨讲，买这往过台北的火车票，这车票真好忝。有立委即马就向交通部争取讲，按后个月17开始，台东的乡亲会当伫平常时用徛名的方式去订火车票。
代替台东站去年出入的旅客人数有200万人次，但是台东的民众定来怨叹讲外人有法度入来，台东人真歹订到车票出去。不过经过立委甲交通部争取，按算下个月17开始，台东的民众会当伫平常时享受到10名制提早定位的福利。台东平日10名制列车伫代替2礼拜前开放定位的时阵，搁再提早3天提供台东的民众上网络注文408处台北台东、431和405处台东台北，总共3班的列车，只要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V， 或者是涉及台东以及台东人的一定亲，拢会当享受这项福利。如果有病痛，大病要往花莲或是高雄，都需要一定的班车才比较稳妥当一点。但是普悠玛列车一班只干那370个位，推出台东10名制列车了后，敢会去影响到一般旅客定位？有旅客认为只有3班，影响无大。这个不会影响到权益啊，因为这反而是对有需要的人会是最好的。不过目前代替也未正式公告台东平常时10名制列车，但是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订票作业。若是每年春节连续假期，嘛规划提供台东的民众搁提早10天订票的服务，代替会做伙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10月23日时，英国有发生一宗冷冻货柜车内底有39个人被赶死案件。即马第一批死者的遗体，27日时已经送回去越南。伫英国互冷冻货柜车赶死的39个越南非法移民，其中16个人的遗体，27到越南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了后由救护车甲16个罹难者载登去因伫咧越南中部3个无共姓的家乡。39个死者有8个女性，31个男性，而且年岁上细汉的是2个查甫囡仔，因才15岁尔尔。现场的家属看到遗体全部拢扣甲目屎流、目屎滴。越南外交部表示，其他遗体预计嘛小连续空运转来越南，不过家属必须要付遗体运送的费用。政府讲会提供犹太利率的贷款方案给家属，不过每一区遗体费用要到2208英镑，差不多是新台币85000块。随邦进前越南上大的集团捌表示，会捐予每一个家庭860块的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26000块。不过对这寡真善者家庭来讲，也是无够。死者家庭大部分拢是掠鱼做事，进前已经付予人口集团真侪钱，互囝儿偷渡去英国。即马人死伫咧国外，阁爱想办法装钱，才会当互遗体送回来故乡。另外是阿美货柜车司机25岁北爱尔兰男性罗宾森，目前人互关伫咧伦敦第8鹅马士监狱。25以用实习的方式出庭，伊嘛承认讲局无斗相共非法移民已经要到1年半的时间。另外，伊嘛去用指控39项过失杀人、洗钱等等的罪名。法院会伫12月13第2届听审。记者综合报道。去年2月，有一间日本企业伊甸中上诉，有一个日本的查甫职员伫中国，互中国的国安局用间谍罪甲伊抓起来。这个查甫人去互中国的法院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判3档的有期徒刑。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一份报告，讲全世界全球81%的少年人，即少年囡仔，平均逐工运动的时间无够1点钟。为什么会安尼？因为这囡仔开伤侪时间伫咧背手机啊。运动对身体好，大家拢知。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儿童甲青少年逐工至少有1点钟的运动量，无一定是爱上体育课或者是做特定运动。一般行路甲骑脚踏车去读书也会用。这种要求看起来无悬，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伫咧2001到2026年之间，对146个国家、160万名伫咧11到17岁之间的学生所做的调查发现，有8成的人做袂到，其中以南韩94%理小活动量无够，是全世界上低。男女的运动量也有正明显的差异。We found a percentage of 85% of girls that did not meet the recommendation versus 78% in boys. So a 7% gender difference at the global level. This gender difference has increased over the time period we looked at. 查某比查甫较无爱运动，这种差异伫咧美国甲爱尔兰这2个国家尤其是明显。研究人员认为，主要是体育活动的设计拢是以少年为对象。不过，即马手机乒乓遮尔普遍，互世界各国伫咧推广青少年运动的时阵，效果无啥好。
Have this electronic revolution that seems to have changed adolescents' movement patterns and encourages them to sit more, to be less active, to drive more, walk less, be more less active in general. 在同一个时间，全世界儿童少年大考的比例也伫咧慢慢增加。专家呼吁政府赶紧采取行动。 除了增加学生身体活动的机会甲空间，也应该建造安全的用路环境，让大家当行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去上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过来，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东南客运的车帮、车抓，亲像互人做手。有人向台北市议员定情讲，东南客运的车帮表顶头，竟然有出现伫咧休困，也是讲已经补做啊，离一个员工的名，甚至有司机即马出面指控讲，业者拢无定期地保养车辆。 未少通勤族平常时也是靠坐公车咧上班上课，啊，毋过有台北市议员进前接到定情指出，东南客运612路公车敢若有无照驾驶的情形，透过公运处查核了后，若发现有5名司机无有效驾驶的资格，班表人员竟然阁有东港休假，以及早就已经离职的员工。议员批评讲，敢讲是幽灵公车拍走，欺负查核全部互人骗去。如果开车的司机要么休假， 要么离职，难道这是一辆幽灵公车，见不得人吗？那安尼，阁有已经离职的驾驶出面检举，业者对车辆真少的保养维修，甚至讲偷接部更换车牌，和有问题的车检验过关，阁黑白扣司机的薪水。因为我们612它是爬山的路线。 这个到时候车子如果真的在山上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或什么样的时候，这危害到真的公共安全。已经有裁处新台币22万的部分，那当然有讲到可能违反劳基法那个扣薪，劳基法22条工资未全额给付，还有一例一休的一个部分。非法的部分都是我们下面的人在分层负责处理的。 那我知道有一些罚单，还有一些行政的罚款，我知道的。议员要求市府伫3个月内通盘检讨公车业者考核和评鉴机制，并且要严格处罚规避的业者，来保障驾驶的劳动权，维护市民坐车的安全。对这点，劳动部回应表示，劳资争议的部分今年已经对业者开发，后续针对相关的事情会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9月份，高雄打到文创夜市啊，因为伤过错人耳，互附近的乡亲检举，市府已经还因100多万。结果伫这个月20，甲因断水断电了后，业者煞无得信道，家己早发电机继续伫做生意，即马又搁互检举。 夜市内底灯火点甲真光，民众最近翕相影片，对遮的到游乐设施，啥物档啊拢有。但这座打狗夜市伫个住宅用地顶悬，属于非法经营。20号就已经互市府断水断电，业者煞家己照发电机啊继续经营。油烟大，吼，暗时啊收的物件叮叮锵锵，吼，啊，迄个要转去汽车喇叭学袂开。 你事情无要做，因为进行到半暝，油烟甲声音，夜市今年对9月开幕，就陆续互住户检举。但是夜市游玩1礼拜营业4天，到即马瘫痪，所有的设施拢放伫个现场无停业的现象。住户怨叹市府无得管，市府27号公调已经罚过5件，总共102万，顶礼拜嘛有各罚30万。非法这个继续营业的话，我们继续不排除就是将这个。 商场的这个负责人呢，予以这个移送法办哈。另外就是针对非法经营的这个场域，啊，我们会予以来封闭跟排除。上面有公司，看公司开会的结果，真的不清楚。市府表示，拜四夜市营业会阁派人去查，但管理人员讲，是毋是停业爱等高站开会决定。但是甲摊贩之间无登记的合约，若是停业未有欠费赔偿的问题。 记者用传广电准高雄报道。山鸟鼠偷错茶这款情形渐渐有，为着要解决这款问题，林务局有一个偷错茶的通报平台。在这个月23暗，阿里山有人发现讲，佫发现山鸟鼠在偷错茶，所以赶紧利用这个平台通报，嘛成功抓到山鸟鼠。山鸟鼠将倒去的牛中树寄断。 边还有寄来查考甲技术区。即个月23暗时，林务局盗错通报平台接到通报，有盗错案件发生。25林管处警员就甲警方伫通报地点顺利阻止盗错案件，同时抓到嫌犯。在现场，然后发现歹徒呢正在拒缺这个贵重的林木牛樟，
然后发现我们到的时候，他紧急跳脱，然后逃逸无踪。可是也让我们山区里面的我们的这些巡视人员有看到他的脸孔，所以我们经过通报警方，那巡线把他抓住。林管处表示，今年4月已经利用手机通讯软体成立到处通报平台山鸟市雷达站，只需要扫描 QR code 就能加入群组，接着暴露山友的力量监督，相信延后到处的案件愈来愈少。从4月30号到今年截止，那我们总共有收到5次的一个通报。那这5次的通报里面有2次我们都是人赃俱获的。那其实另外3次，是我们在演练的时候，然后那个山友以为说是盗伐。这摆被盗错的牛樟树面积有12.99立方公尺。林管处指出，虽然相关表示因为家境困难才行险路，不过确实犯罪事实成立，依原应以新民法第50条相关处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桃园的石门水库已经一家子。石门水库是伫咧民国45年开始起的，工程期间有修改过形体，嘛有经过风台考验，开8档的时间才起好。石门水库单已经超过60岁，北水局嘛要来成立局属室，要甲60万件档案完整甲保留落来。珍贵的历史影片记录着石门水库民国45年7月开工，由副总统陈诚主持开工典礼，嘛是头一个由中央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执行的水库。历经几大间的机关改造，到今仔日的北区水资源局27局属室开幕，要带大家来见证这段石建会到北水局超过60档的历史风华。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在仓库里面发现到说。当初设计水库设计的所谓的工程的原图，将近2万张都保留下来。当初有超过1万张的那个工程施工的记录底片。石门水库的工程用8档才完工，期间因为法国有强坝溃坝，时间当中转变经坝型，将强坝改做是土石坝，又搁经历隔热离风台严峻的考验。过去这的历史文件主本是并伫咧仓库内面，经过整理、分析、扫描和加达应用，总算完成60万件档案建档。透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知道前人的努力；透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推动计划的艰辛。让我们可以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北水局强调，档案是一个机关发展非常重要的规则。建立局属室，点出为石门水库的设计时间到营运立停，嘛希望展现新鲜气候，再现风华的下时代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有一个30岁的青龙，这个少年人伊叫做王家伟，伊自本伫咧工程界做事，伫咧工程界服务。4当前，伊是返去伊的故乡，甲伊的朋友合股做伙来起绿能的设施，嘛配合咱政府的绿电政策。伊即马伫咧太阳能板下骹种兰花，发挥家己的专长，望讲会当互农甲电合作伙。斟酌伫检查电线杆的叶啊。少年农友王家伟本正是伫工程界服务，看到政府推动绿电政策，才决定返来故乡，和朋友同齐合作做绿能设施。当时政府刚好开放这个绿电的这个政策啊，然后家里人有想投资，但是因为下面必须要有农作，用机械去取代人力的部分，然后就是用比较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农业。王家伟一开始先试种电线杆，结果愈种愈好。伊转开始利用工程的专长，控制肥料、水分和病虫害，到达已经种30万张的电线杆，年产量卖110万片。花卉它其实不同于水果，其实它的市场机制比较公平。要种电线杆，土壤和肥料管理拢真重要。王家伟强调，屏东有真侪农业资源和资讯，若有唔捌的所在，就会去请教农改场。也会参加一些青农的社团，然后他们会去教导我，就是如何正确的是使用肥料跟农药这一块。台湾的电线杆都是岛内销售，目标是希望种品质再高一点的电线杆，然后再送往日本。目前王家伟种的电线杆主要是送去国内的花市拍卖，伊希望明日会使种出愈侪高品质的花材，有机会通外销。
互国际看到台湾政府的实力，嘛毋望即款农田共存的环境会当继续维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时代会当逐工欢欢喜喜过日子，而且愈食愈健康，粉林的乌都村半冬前伫咧社区开办一个食堂，互时代会当做伙食饭，当地乡亲嘛当去个所在包便当，互大家做伙食饭，感情嘛愈来愈好。悄悄甲送，小富贵的白饭煮好啊！婚林拿来乌头村的妇女斗无闲，替时大人吸饭。这个共产的所在，号做本村食堂。桌顶所享用的食材，大部分拢是民众的爱心。我们的食材都是类有机的，很多都是就是一些农民，他们会自己把一些比较丑一点的，还是说，要卖剩下装不了一箱的，就会全部拿过来。踮伫咧遮斗阵食饭的长辈有54个人，伫咧食食方面，因为因定定简单食，营养无平均，伫咧政府的补助之下开办食堂，互时大人会使踮伫咧遮做伙食饭，也互社区的居民有机会伫咧遮斗料理做服务。厝的咧食嘛无通食遐正豆啊，逐家厝嘛有鱼啊、肉我天地下头嘛有鱼啊。鱼啊，拢足甜呢，能够服务到整个就是老弱妇孺就可以。所以这边目前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地我们自己本村的一些民众会来这边买便当。食堂内底拢是饭菜汤，这是社区大大小小互相斗帮赞的成果。食堂的志工阁要继续做，要互居民更较侪快乐健康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够高，咱台湾17岁的体操选手丁华店，今年表现了真好，伊已经摕到每年东京奥运的门票。今年2月份的时，伊伫咧世界杯澳洲墨尔本这一站又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全世界伊是头一个跳出这个动作的选手，所以国际体操总会嘛已经把这个动作用伊的名来号名。跳起了身体向后壁挺。大伫涂骹时阵，搁再细180度。在这下丁华田做这个体操动作真轻松，因为伊是全世界第一个跳出这个动作。国际体操总会也已经正式通过用伊的名来号名。以后体操动作列表顶头这个动作就叫做丁华田跳。就说，既然跳得这么好，看看转半圈。没想到，就是居然还没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丁华田跳伫体操动作困难度是低，会让摕0.4分。本来丁华田只是想要挑战变化的动作，伫今年2月世界杯澳洲墨尔本比赛时阵，第一遍跳出这个动作，裁判建议向总会申请。体操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所做的动作没有在规则里面的话，那个动作是不承认的，所以也迫不得已，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申请。其实包括阿妈王子李理解在内，有真侪台湾的体操选手，北向国际总会申请新的动作号名，拢无成功。这么丁华田真做第一位有号名动作的台湾选手，而且伊伫10届世锦赛也摕到2020年东京奥运的门票，也是台湾伫51年了，再一遍有女子体操选手进军奥运。伊讲后一步的梦想就是希望会当伫咧奥运摕牌。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赛德克部落有一种传统的禁忌，就是讲查甫人袂使织布，查某人袂使拍蜡。也毋过即马伫咧南投仁爱乡有一个部落，有一个查甫囡仔，才20多岁，伊是经营一个手工织布的工作室。伊讲伊自细汉看阿嬷织布，大汉了后是愈来愈介意。虽然讲这是无下传统，也毋过因为时代的改变，嘛是有真侪人介意。这些都是我奶奶她自己一针一绣啊，纯手工。Sadik 的织布工艺专用一个面口剪纸，毋过刷出现全新的危机。即马伫南投仁爱乡有一间查甫人经营的织布工作室，拍破传统男性袂当织布的禁忌，传承织布手路。在一条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段可能有产生不同的宽细，或者是它的紧跟密，机器去做出来，它虽然好看精准，可是相对于它的故事跟背景，它就没有它那么像我们手工的意义来的那么大。瓦里斯杜桑自细汉看阿嬷织布大汉，开发一对变一个兴趣。阿嬷真支持伊，也因为实地传统男性袂当织布，阿嬷替出面向部落长辈解说，连国宝级编织大师学长爱妹也认同伊的手艺。
有一个男人这样一直做这个编织也是很厉害的，你觉得他的手艺好不好？很好，期待是他可以联系这个编织东西，所以我是做比较现代的东西，然后我一直是做比较传统的东西这样子。我虽然我是汉人，可是我很喜欢他们这边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就是去帮他保留说，继续部落的传统的东西啊，这些原住民的东西。瓦利斯杜桑甲朋友做伙，甲传统织布技艺结合现代拍板技术，传承实地文化，也得到时代的脚步，有无同款的编织式，互现代人有机会接触传统手路。记者综合报道。其实时代的改变，查甫查某是变熬嘛变强。新竹的光复高中有一个学生囡仔，伊号做刘邦安。伊即马是对教幼囡仔有兴趣，所以嘛设计出一寡老师伫咧教幼囡仔的物件，去参加全国高中高级制作教具的比赛，得到金手奖。伊嘛是即个比赛内底唯一一个得奖的查甫囡仔。有人说这是消防队的。一寡囡仔真欢喜的，耍着手内这道物仔。一寡教具拢是刘邦安同学家己亲手所做的。即马伫咧读高三幼保科，伫这边的全国高中竞赛摕到金手奖，也是全台湾唯一摕过这个奖的查甫。要想说如何设计一个真的可以让幼儿操作的教具，然后还有它的故事性怎么融入这个教具，总是比较困难的点。如果是很认真做的话，大概可以做到7个小时。不止成绩好，然后为人也很好，就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功课方面啊，就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他。这边提奖的作品是以阿公阿嬷隔代教养的家庭做设计，内容符合即马多元家庭的情形，得到肯定。一般大家拢认为幼保科较适合查某囡仔，不过刘邦安拍破传统印象，对家己的未来也真有信心。你喜欢小朋友或者是对这些手作有兴趣就来读，不要因为你是男生或是什么你就胆怯了，来读就对了。事实上，针对幼儿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如果说呢有优秀的男生加入，我是觉得对于幼教的生态基本上是更好的。伫即马少子化加多元学习的社会，更加需要会当设计制作教具的人才。利用教具增加囡仔学习的兴趣，也当互学习变做趣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已经是举办第15届的婚林文化艺术奖已经颁奖，今年是颁予3个老师，要感谢因对传统文化甲艺术的付出。红星舞团食饱小看，布袋戏界的老神角钟仁碧，今年88岁啊。钟仁碧出席伫咧西丽布袋戏班，是西公调布袋戏第5代团员。伊毋但带领新香国掌中剧团演超过1架子，伊搁较走大声，用台湾的戏红仔做外交，甲布袋戏文化分享到世界各地。2019年婚林文化艺术奖，其中一个得奖人就是伊。这首奖哦。即款热心比我加倍啊！个较认真，对地方的抗的目的到达成啊。互人叫做是八只交椅坐透透北管的乐师李春生，传承北管要外1架子，学生有100人。当年义务参加北港赢妈祖的顶头。若讲到婚林传统的乐师，大家一定会想到伊。今年伊83岁，也摕到今年婚林文化艺术奖。像我欢喜讲看一寡年轻人哦，有继续来去表演舞安尼。第3个摕到婚林文化艺术奖的是文书工作者林永川。林永川长期投入本港文化研究和调查，今年伊甲收藏几世人26000多件的本港文物，全部捐予婚林县政府保存研究，替台湾历史保存的工作尽一份力。会行这路，我是感觉讲，冥冥的中间哦，注定。
婚林文化艺术贡献奖颁予3个国宝级的人物，来感谢因长期推广、传承，也有保存原来的艺术，让希望这艺术的种子压落去，会使开花生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古迹的修复团队真高，即摆有替马来西亚以及的古迹文山等的总师进行修复。过程中上界困难的是要考虑当地天气，希望讲会当甲总师的水重新展现伫咧众人的目睭前。伫咧应届面顶，彩绘师甲修复团队的负责人等地进行取样分析的工作。好，尤其是在显微镜底下，你看这些变质变色。进行科学分析了后，该伫无共年代的彩绘多站面顶做选择，像讲文山洞主厅大楼面顶的彩绘，还有这包三国之战的画作，都有5个多站。修复人员爱先去考究伊的技术性，决定讲要甲倒一个部分扣掉，再个透过科学分析来找真钢的还是真外颜料甲控制粉来进行修补。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用红外线的方式去拍摄，知道哦，它们上面落款是什么符号、军旗上面，去知道它原本的历史故事是什么。知道自己要把哪一层给清出来，这部分的判别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因为它层次很多，每个材料都不一样。拄台艺大、南艺大来的，还有台湾的专业彩绘修复师，经过精地调查、科学分析，甲马来西亚滨社区界老大人讨论，才来进行文山洞的修复，总共用8到1年的时间。而且这方面的修复技术，伫马来西亚滨社当地是真少的，5000多座的文书建筑彩绘拢有同款的问题。若是台湾除了有彩绘修复的技术，科学分析的能力是超过真侪国家。很多不同的年代的这个彩绘的复杂度也很高，所以这个是蛮困难要做实质修复的部分。所以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彩绘修复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有科学检测的这个能量。这是台湾头一届甲传统建筑彩绘修复技术，都研究分析到彩绘的技术，规套进行下国文化资产修复的输出，协助推测规个合作案的文化部文资局，未来可以甲当地进行人才培训的合作，透过国际文化的交流，增加感情，还有文化互动。记者综合报道。地主家要传料的时，会甲一寡歪矮的皮烤掉，也是讲这籽烤掉，也是歪矮肉甲留起来。这呢，等掉了后嘛变做另外一款浪费。法国即马就有总铺学校甲学生囡仔来设计无浪费的菜单，甲实在所有的部分拢摕来煮食，共款做出澎湃料理。马铃薯的皮削起来了，放喺油镜来淋煎，之后了是芳广告。新料家下来皮摕来煎的是法国巴黎飞航伫高等读嘅学校嘅老师甲學生。Chips, on a fait un gratin, on a fait des pommes boulangères, donc on a utilisé des pommes de terre et avec la peau des pommes de terre, on a fait des chips avec. Et avec les parures de pommes de terre aussi, on a encore fait des chips. 除了马铃薯皮，一个红黏黏的皮也当摕来煎，所有材料拢用甲真棒，快浪费。Moins puisqu'on va travailler sur un menu, on va dire zéro déchet, c'est-à-dire qu'on essaye de valoriser au maximum l'intégralité du produit. Bien sûr, on réfléchit à tout ce qui est parures de poisson, tout ça, on les réutilise pour faire des sauces tout ça. 这边所推出的零浪费菜单，菜色包括栗子汤、蔬菜卷、金珠粿，也个煎蛋派。实在每一个部分拢尽量使用，差不多无剩的部分。这份菜单也有一个特色，就是碳排量比一般菜单减一半。Important, on travaille sur la saison. Oui. Saisonnalité, on n'a que des produits de saison, que des produits maraîchers. 自菜尾开始，就只间面向农场调时的食材，因为这款农场被为着要增加产量，用破坏生态方式种植，所产生的碳排量也较少。法国酒店工商联合会就讲，餐饮业制作的碳排量比车排气体所造成的加3倍。飞航地的零浪费菜单，伫减少餐饮业的碳排量有示范作用。伫点菜之前，服务人员也向人客解说零浪费菜单的设计概念。Moi, personnellement, je n'aime pas le gaspillage, donc je ne laisse jamais rien dans mon assiette. Voilà. Et sinon, c'est tout, voilà. 好食精致，如果能维护生态，零浪费菜单唔但是让人客食到好食的料理，也对环境的永续经营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剑桥大学有举办一场辩论比赛，两边伫咧对射，伫咧辩论的拢是机器人，而且辩论的主题正拄正，就是人工智慧好啊歹。
英国剑桥大学2月举办一场真特别的辩论比赛，辩论主题是人工智慧敢是歹处大过好处。正反双方团队拢派出由 IBM 公司开发的辩论家计划机器人做出意见陈述。这台机器人过去就捌伫辩论场和人类辩论，但是家己和家己辩论颠倒是头一届。 AI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a decision that is the morally correct one because morality is unique to humans. It cannot make moral decisions easily and can lead to disasters. AI will allow to automate repetitive tasks and eliminate human errors. It will be a great advantage as it will free up more time from having to do mundane and repetitive tasks. 和过去的准备方式无同，这个机器人并不是对报章杂志文章当中分析政治论点，是由1100多位剑桥大学学生提供不同款的意见，和机器人参考。 They will have typos that you will usually not see if you collect arguments from newspaper articles. People may try to trick the system, and they may use, wrong and bad grammar. Somehow the system need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se cases and use only the top quality arguments, which is again a challenge by itself. 正方和反方团队搁再由真人接手，做出反驳和总结，结束这场辩论。 It's something unique for the union. I think people came in with an open mind. The fact that a lot of the arguments have been sourced from the people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I think that went down really well. 最后，伫现场的观众投票选出反方团队赢，也就是无认为人工智慧的歹处大过好处。不管是同意也是反对 ，AI 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也是无法度逆转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天气报道，咱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是20度。 中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是2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是19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25度；外岛是15度到22度。感谢详细收看《早起新闻》，咱再会。